合身的，一宿水天路，一步走给一层风哦，无三无四该土地呀，无三无四。该土地，无三无四，给土地哟。树风又调，笔筒又水天又山。我给予家婆，哦，吼吼吼吼，吼吼，吼吼吼吼，吼吼，吼吼吼吼，吼吼。我要离开了。你真若无紧走吼，就袂赴我啦。但是也要到啊，拜托啊，搁等一下。莫搁等啦。我都哭。这小女孩是不是你？我带你去见一个人。嘿，我发现你爸跟张艺兴的关系，他们不让我带你走。你要原谅我，你在我心里一直是很重要的。如果你不想要我的话，那你当初为什么要生我？为什么？我怎么可能要求一个没有责任感的母亲来理解我的心情？你永远不会知道，为了要见到你一面，我花了多大的努力。是你自己说，只要我好好用功读书，不要让大人们操心，在我生日的时候，你就会来看我。不会知道那一天，就把我奖状放在我的胸前，然后站在门口。我想说，你一开门，你就会看到，然后我就会说：“佩莹，你好棒哦！”我就这样子站在门后面，傻傻的等了一整天。你不会知道我要给你这个惊喜吗？你也一定也不会记得我想要什么生日礼物了吧？你那时候还问我说：“嘿，你要什么？”我说：“妈妈，我什么都不要，我只是想要一盒你送我的粉蜡笔。”你还问我说：“为什么？”我说：“因为当我很想你，还很想爸爸的时候，我可以画画，我可以用你送的粉蜡笔画画，来想你们。”你都不会知道这件事情了。
对不起。是你造成的，有什么好对不起？这是马上要我交给你的。哎，你收着啦，你一定要看哦。阿姨，来了呀，很好哈。来，你来坐呢。我老豆你做腿笨呢。不是还忙堂天，还能转移。好啊，那我这用哎，来，你坐下好嘞。20岁嘛，哈。不用，我水。哦。没事哈。阿姨，唔是讲过阿老无给钱，迄苗拉也出嘞，来甘做点们，甘米风，唔要慢你结婚呢。你痛苦啊？无啥迄平原，迄平原遐，安尼讲起来，平原有啥意思？既有新一本，我再个看到佢喺10年後了。10年。阿姨，你等记，
等了10年。真勁，等了19啊！1964年，卡將嘅用菜店生意漸來漸好，人客漸來漸多。建德，道上本地茶條，老人退下先呢。唔過，佢還較好寫太詩。一家人看起來真煩惱，不過俺嘅心有一部分已經死掉了。根本嘢讓伊思從阿蘭日本來嘅。哦，廿個人啊，你唔記做事是公家條路嘅，身體都唔好，要同健康，唔知點樣嘅啊？韓做的啊，做得好。就會吼看起來較老傷。按多年咯，老嘅前嘅對象咯，佢一直都冇愛，你30來嘅，唔夠唔會笑。手面冇好啊。來，摩洛哥，吃飯。我大哥啊，你看一下。樣嘅，韓做的。做得好。家長安排一禮拜看診了。你冇喊啊？咁唔係要喊啊？你唔想去？我大哥啊，無比道上卡獎賞，咩比自家賞？他講唔是少啦，那2、3年沒做得過到東好啊。係啦，唔看摩洛哥，也係用咩以後啊，幾好就好嘅啦。今年發生一件俺娘沒想到的事情。哎，你好，你寫批啊？我去講，你是不過我冇一定那性格。結婚咯。お久しぶりです。おじさん、10年前は本当にお世話になりました。这10年來，你這樣在日本，真辛苦哦。袂啦。冇想到，
10年，你奉新的祖母也杀照转来。哎呀，当佢讲，张希的世界，将本人做到，抢做得大人讲，连新的免唔感谢。佢过得好吗？看起来，我都唔会差呢。尤其今年日本办奥林匹克运动会，比头摆还较开放呢。据人来讲，佢将上海转来骑摩托车。佢爱转来骑摩托车。佢有结婚吗？也个也免唔知。不过，佢上海有摩托车，天公安部7点，伫正式见面。安尼咁好？冇问题啊，本期两啥当面讲清楚啊。相爱同一次，一次比。摩托口，摩托口，对不起，这10年来，你都还好吗？你为什么还要回来？你知道这些年，我好不容易才忘记你。我回来是因为我在乎你，我想念你啊。既然这样，你当年为什么要抛下我一个人？抛下你？当年我确实有来啊，但是我等不到你啊。你现在回来，你到底是想要我怎样啊？我需要你。这些年来，在我心里就只有你一个人。然后我们在一起，我们一起创造我们的未来，好不好，摩洛哥？太迟了。你知道这些年我是怎么熬过来的吗？摩洛哥，哦，是06，是06。哦，摩托车是06。摩托车。摩托车。人嘞？是做囡仔啊？走神风以来就冇看到佢。迄唔係從安部無轉啊？我啲田園嘅片冇，田園喺度哪呀？佢喺度死去嘅離沙，我一唔記好嘅。阿片啊！捱去啦！唔去，
安尼敢好？安心啦，内地我用会做。你去烧铁子饭啊，行。天魂，你也来这？摩托裤敢有伫你遮？我都靠。昨阮有见面，了伊就转去啊。摩托裤无去啊啦！我都靠无去啊！伊昨出去到即摆拢还袂转来。哎安尼？啊这一切拢是我唔好，我无应该转来找伊。是俺唔好啦，迄当时吼，阮啊，我原本是想讲来问你吼，摩托裤敢有伫你遮？有一个所在，不过我嘛无确定。不要紧，紧的，带我来去找，紧的。马达卡，马达卡，马达卡，哎，天文，你看，马达，马达卡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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的头。
卡姐唔会要求原谅，甚至爱弟系对唔做嘅事情，系冇办法原谅嘅。强势，系惊唔受到伤害，惊唔艰苦，爱喊巴多时间久嘅。唔就俾唔記得田園，我都講，家長做唔錯嘅，唔輕捱嘅時間保庇，但希望願叫。做得快快樂樂，點啊？大家，你們哪在？大家。講冇結局，我老田園都無卡盼嚟簡單嘅婚禮。来，大家看这边，开心一点。下一个，来，3、2、1。青年唔亮啥，还系有情人终身变数。我老家分開按多年，還做得強下，算係有緣分啊！幸福，你切下真氣咩？庭園兒從相貌堂堂，唔亮啥。有樣係郎才五毛。去年佢過生日啊，結婚按多年，我老家相處得當好，就冇相吵。家咪講唔亮啥，有講到，這樣時講好鄉下走。用會失敗咧，應該係卡醬。阿婆，我原諒佢啦，我了解佢嘅心情。唔過好嘅，兩沙離了10年，青年還係鄉下嘅，還過14年嘅。係啊，新電話代表都是。
我老卡匠穷用，就冇供生意。个那个领养的，天因幸运背后，我碰到冻虫，身体又松到，美好。想爱供生意嘞，我供唔出来。人讲多子多孙多福气，我本来没安尼想的，看到卡匠安尼一路行来，我冇安尼想嘞，自家的幸福。要自家追求，这么年要脱离吃住，也是我对卡匠生活好多的呀。相爱同一次，一次比。来，请问是不是？生年呢是天公的安排，你要好好照顾自家呀。看到自家不卡，哈，请老师。来，生日哈。来，卡匠。好。阿姨，阿婆，什么人？什么给勇士？叫阿爸。你话讲？其实，叶子粉是我嘅阿爸。喺天外来嘅世界，就看到阿爸签名嘅花，不过唔敢肯听，一直到听到阿姨讲嘅故事，我才确定。原来你是祖坟的妹哟！你个人生很奇妙哦！有巧，几次老爱，看做係假嘅浪漫。我結婚嘅時節，佢係留幾朵花送俾我。我真嘅冇想到，我係咁樣嘅老豆腐。係啊，從來我聽錯，也以前係天主庭，冇聽錯，係阿爸愛我來推佢好大恩情奇妙奇妙。这条新电话有60年咯。才知道你求求阿婆用检验又有什么样的？
不过孤单单日头啦，太古时啦。当时阿全哥送我来两条，阿贤不开的，无开发结果，好的，夜头又快去三亚的。向阿贤欣赏。阿贤，那个也是你清澈的爱情。王平欣赏。安平是无可推翻的情谊。天，也新冠度空的很多事情后。老唔够伊十边呢？阿贤过身，咱无想过这个介意，一定来同行，来讲，你无法度这个爱你。一次都爱读到完平，爱怎了解不管用，做爱分一个100支飞去做，去面对未来。都被上爱，我希望崇拜不要种不开感觉，那个是这个事情。你做对老爷位，看做迄七个嘅活卡，分量随时转来，家下同阿婆讲话，机枪有动作法，讲唔出嘴。来上我一啲，甲面风安平先生用的阿婆老记，很父母。卡讲有讲过啊。老道上结婚嘅30年，结果都当幸福，因为乡下韩国嗰隻年代，嗰種感情係冇強用嘅啊。
杜尚迄时代嘅牺牲者，虽然一生年万杜尚，毋过7年，佢係帶着幸福嘅笑容離開嘅。過來嘅世界總有來。杜尚，唔知道咧，來到卡家，我一定干啥？大家等下，真犀利喎！第一家咧，必ず誰かあんた、初子。あなた、あなたのそばにいますからね。安心してくださいね。杜尚，杜尚，杜尚。杜尚，相爱同一次，一次比。等很久哈。不会。威特，我点咖啡哦。嘿，我们快成功了。我的律师啊，正在跟他谈所有的法律程序。我们快要有自己的婚姻了，开心吧？你所做的所有努力，我都有感受到。但是，请你原谅我，对你所提的事情，我办不到。我不懂你是什么意思。从我发现我怀孕，到你跟我说你真的想跟我在一起，我发现我不知道我有没有能力，我不确定我可以有一个家庭，有小孩。我没有自信，我甚至想过把这个小孩子拿掉。不是开玩笑啦，我刚刚还在讲，我正在办离婚。
们没有碰面这段时间，我发生了很多事情。我终于了解了为什么爸爸妈妈没有办法真的在一起的原因。我只知道一件事情，我知道没有爸爸或没有妈妈的小孩怎么长大的。我很理解那种感觉。所以啊，我们不是讲好要一起抚养我们2个的小孩？你觉得我们的小孩跟你太太的小孩会不一样吗？不都很重要吗？不是都很需要被爱吗？对于你的家庭，还有你太太，对于我所造成的纷纷扰扰，我觉得很抱歉。小孩呢？我是说我们自己的小孩。孩子，我想要生下来。我想要知道自己可不可以不一样。我想要知道自己可不可以给。告诉你一件事，我遇到我妈妈了，会多一个妹妹，就是上一次陪我们去医院的那一位。我想，我有他们，应该没有问题了。他的身体还好吗？好啊，好很多了，他已经出院回来了。我是在想，找个时间再回去，你觉得好吗？好啊，好啊。妈在旁边，有没有跟他讲？喂，佩莹啊，听说你要回来。好，回来好，好，好，那先这样。好，就这样，就这样。
卡佳来。总算拿转来嘞！总算拿转来了。呀，全部就会批应该公路啊！来，我有个东西想要问你，也不花很廿爸嘅。给老爱做盘多年了呀，也哈，搞问，阿姨，什么啊？从内心欣赏。卡佳，你的身体还是这么硬朗呢。我是张义信，28的时候在这里当邮差，你们还记得我吗？中心邮差，记得，记得。我听阙律师说，你是志恒的好朋友。哎呀，真的是没有想到，谢谢你，谢谢你把老屋让给我们。哪里？พี่亚新冠度空的很多事情后，不管用的，做爱本自己一直机会去做，去面对未来。寒山盼两乡扮演，转世转台心渐渐吞落嘅梦子，每个留一白，发中落给你。